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繼續在意大利米蘭出席亞洲開發銀行第58屆年會活動。他在亞開行年會的業務會議上發言，指出在當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嚴重干擾世界經濟和貿易秩序的背景下，成員間需要加強合作，推動更加包容的區域發展。陳茂波表示，中國香港支持亞開行在2030年策略中期評估後提出的改革議程，包括更專注於應對氣候變化、發展私營市場、推進區域合作和數字轉型等各方面的工作。陳茂波強調，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將繼續保持自由港地位，實施自由貿易政策，保持資金、貨物、人員和信息的自由流動，並堅定支持以規則為本的多邊貿易體制。香港亦樂意與亞開行成員分享創新融資模式的經驗，包括基建貸款證券化和巨災債券，以支持優質的基建和綠色項目，也樂意在數字經濟和創新科技等方面，與其他亞開行成員分享解決方案，為更普惠的區域經濟發展貢獻力量。另外，陳茂波昨日與意大利銀行行長 Fabio Panetta 會面，向他介紹香港最新的經貿和金融發展情況，並交流國際經濟形勢。陳茂波亦出席年會的開幕儀式、理事午餐會和晚宴，與其他成員理事就區域發展議題、共同面對的挑戰和應對策略等交流意見。